咱能不能租个房跟你妈分开过？行啊，咱啥时候搬啊？我说的是让你妈搬出去。你喝了还是没睡醒啊？你啥时候见做饭的人没有饭吃了？怎么？你是想吃了人家的饭还砸人家的锅呀？我可没那样说。你没说啊？那我问你，你说等你老了，你辛苦大半辈子给你儿媳妇儿子买了一套房，结果呢到老了他们要把你赶出去，这事儿你干不干？那我肯定让他滚出去住。对呀，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这你都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你凭什么强迫着让我妈去做呢？她买的房子，咱俩住的是主卧，咱俩生的孩子，她给你帮着带，这她做的饭咱们吃，咱们搞乱的房间她来收拾，这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，我都怀疑你这零上37度的嘴怎么能说出来这零下57度的话呢？